俗语讲了好。哎，阿兄，啊，等下要考试呢，你搁咧困？你有读册无？你有准备无？我唔免读啊，唔免读。我唔免读啊，我免读册啊。我昨暗舞几暗，我咧舞册啊。哦，哎，你有读册无？你敢有读？你有看册吗？我当然是无啊，啊毋过我有这啦。哎，不愧是好兄弟哦，哎，厉害。姐啊，大姐啊，要考试呢，你敢有读册？有准备？当然嘛有啊，只有讲佮陪我读册，甲你讲。喂，哎呦，啊，迄毋是咧困。大石头啊，即届吼老师毋是讲吼，你若佮考无及格，要落地哦。哦，对你是咧讲啥？无啊，就对啊。安娜，遐，看呀，遐，啥物啊？遐，我处理就好啊啦。处理好势，是安怎？拜拜。你们创啥？等下考试哦，去照顾一下哈。你讲什么照顾？什么听无呀？我看你哦，是要食只粗饱你啊！袂当安尼啊，袂当偷食饭啊！哎，食粗饱哦！啊，无你是要安怎？你是要食粗饱，还是要照顾你家己经是的啦？好，照顾就照顾啊，啦你。两个莫安尼对待同学，来坐好哈，坐好，来，嘿，安尼唔才对。啊，唔过你等下若甲别人讲，你就知死啊哈。咱来要考试吼，今仔日这节课本教官来监考。好，我甲恁大家交代吼，好什么人单独咧乌白粉来成本咧？好，有遐543，若互我掠着，真正互恁在是青笑啊青笑。袂哈！伫遐下课进前爱交出来哈。好，哦，满543每一堆哈。你咧笑啥？刚刚你昨食足饱的哈。我是拄啊，迄顿食足饱，毋是昨食早起已经漏掉了。你现在要讨论有味，无，别想，我要考试啊，要考健试。康教育问题。无。现在电头上，哈，无我自然卷呐。什么这更偌济啊？什么几个我这我自然就是美，我自然卷。哦，出事就求母。嘿啦。写甲安尼目睭就安尼，足够工的吼。哦，你唔知我昨写规暗的呢？对啊，我无困，拢咧写这。哟，你写你的啦，等无等互教我看到，我就就安怎？就惨啊！就爱咱惨呀！好，你即马甲迄写伫遮哈，免去叮当，免去摕起。下课来去教官室找我，啊？哦，白来你啊！阿凯啊，嘿，教官，嘿，阿凯啊，嘿，你咧创啥玩意？哦，考试啊，考试，考试哈？嘿，哦，目睭看通去啊！哦，遮细字的，莫怪你目睭会脱通。哦，呀，你做表这部的，我真正头一摆看到，我都写伫内底
啊，有厉害不？有厉害，足厉害，你个嗨，赶快考了后，你两个拢来教官小找我，啊，你每个写你别讲了，啊，好。好。你在困哦？无啊，我写好啊，差不多在检查。哟，嗯。来，恁两个问题大，恁两个字安尼答案一模一样，拢共款，连字体嘛拢共款。讲，啥物人作弊？哎呦，一定是甲抄啊，对无？即届考试若无过，我就落地啊呢，我哪有可能到这步？你落地是安要大起来落地？迄读做落地，落地，毋是落地，落。是哦，是你。无啦，我无偷食无啦。你后佫讲无哈？哎哟，你无人要承认无要紧，互我查着了后，等下会足凄惨的。所以来请教一下，这个伯伯是啥啊？啊，对伊啊，高官，紧，甲带去关去的。无目屎是咧哭安怎？有啦，姐姐啦，目睭较细蕊无刮着啦。只要变细女的呢，我来比看卖嘛。爸，你哪会伫遮？是安那电头章？我自然正。我已经掠着啊！做病的人就是啥？就是你。你有讲唔对无啊？拄你发伊的名呢，那是我。哦，我头一摆看会遐，你安尼抄到拢照着无大，连名拢抄落去。我袂记得改名。你袂记改名？你个死啊！哪有人这样讲的？那要电头章你也知我想，你昨去西门町创啥货？好，无要紧。你连伊来去教官室，不找我部队以外，我要通知恁老爸老母来下校。卖啦，爸！你进来啊！我哪知？我就知是啊，爸！好，你会使放手无？你真正有够酷哈！你知死啊你！无尽够做学生的责任，学生就是爱甲册读个好势，而且你考试做弊无大紧，佮甲责任摕互你的同学。你即款的行为，因讲是有两句注意听哦。第一句叫做贼仔较恶人，第二句叫做贼仔重冤财。听有清楚吼？拍破鼓励。来，请教授说。来，这种行为，第一句叫做贼仔较恶人，第二句叫做贼仔重冤财。这是第一句的野手。第一句。你来讲，无只甲你独立的，哪有一定？小举只过来，所以因五个人经贼仔较恶人，你经贼仔重冤财，互你先解说。好，好，我就因为伊头拄啊，伊是贼仔嘛，毋过伊抄我的答案啊，伊就会甲我共款考100分嘛，所以讲伊嘛是足厉害，就是伊是贼仔状元才。才来去弄个，才来上冤财，就是讲伊其实足够的，伊就办单安尼尔啦。啊，外表看啊，恁这边拢经做查啦较恶人。我先听你讲，嘿，嘿，是安尼经安尼，我就恶人啊，你毋知意思？唔知。好，你我是感觉迄意思应该甲国语迄句恶人先告状迄句差不多。哎呦，哎呦，嘿哎呦，我感觉今日出这题目较简单少。来，老师请。第一句吼，贼仔重冤财，啊，贼仔较恶人吼，这其实拢做差不多，其实话拢讲啊差不多啦。就是讲我做贼仔，我去人偷摕物件，啊去互张着，佮讲啊，恁实在吼，厝里囥较济有价值物件要创啥啦？拢搞我成，好我来做贼仔，哦，比贼仔较恶人，做毋着代志，佮怪别人。啊，若贼仔重冤财，其实吼做贼仔人较巧，你毋知影？哎呦，你若想讲高读册，乖乖读册，就有人讲贼仔重冤财，就是啥？18般武艺
惊概念。跳会出嘴，讲会出力。嘿，你看伊要讲偷摕物件，伊要设计，伊要去观察，啊，变啊较袂去用脏着，拢个设计偌好势。去想，迄个读册人不一定会当设计遮好，所以每一个人，尤其做贼仔的人，讲起来拢足巧啦。有敢若讲即个吼，即个偷抄别人的答案，啊，连命佫共抄咧，实在有够见头。啊，毋难呢哦，别人脏着佫共歹呢，哦，迄是伊搞抄我的，我真正是贼仔较恶人，所以正确答应该是这个。了你嗱，即个你读对咧，你就做班长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班长。你无读对啦。我无啦。吼，好厉害，不管怎样，了解两国艺术来拍过来。解。哎。